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8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6篇，创世纪45章第1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旨意。许多基督徒都说他们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或是说他们无法听见上帝的声音。的确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牧师认为，听见上帝的声音，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没有比接受并遵行上帝旨意来的困难。雅各的儿子约瑟从小就被哥哥们出卖到了埃及，后来在上帝的保守赐福底下，虽然他经历了生活上的起起落落，也曾经被关在监狱里，因着上帝的启示，他可以为法老解梦而得到授权，成了埃及的宰相，统治管理埃及。因此就有了机会见到因为饥荒而来的埃及购粮的哥哥们。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经文记载看到了这一段的故事，并且使徒行传对这一段的记载做了评论。经文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到16节这样的说道：族长们的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但是上帝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了一切的灾难。当他站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赐给他风度和智慧，法老立他为国家的首相和王室的总管。不久，埃及迦南全境有了严重的饥荒，造成很大的灾难。我们的祖先绝了粮，雅各听见了埃及有食粮，便差遣他的儿子们，就是我们的祖先，到那里去。这是第一次。第二次他们去的时候，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，法老由此认识了约瑟的家族。约瑟派人去见他的父亲雅各，请他跟全家到埃及来。来的亲族一共有75人。雅各南下到埃及，他和其他的祖先死在那里，他们的遗体被送到示剑，葬在亚伯拉罕用一笔钱向哈摩的子孙买来的坟地里。这一段原始的记载出于创世纪45章第1节到15节。圣经记载约瑟和他哥哥见面后，他们之间的对话。约瑟在侍从面前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，于是命令他们离开，到外面去。约瑟向兄弟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别人都不在场。可是当他嚎啕大哭的声音被埃及人听见了，消息就传到了王宫。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说：“我就是约瑟，父亲还健在吗？”兄弟们一听这话就吓呆了，答不出话来。约瑟请他们上前，他们就走近他。他说：“我就是被你们卖到埃及的弟弟约瑟，但是你们不要为这件事情焦急自责。
上帝为了保存大家的性命，亲自差我先到这边来。这地方的饥荒到现在才2年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也不会有收成。为要保存你们和你们的后代，上帝差我先到这里来，用这方法解救你们。这样看来，差我来的是上帝，不是你们。他使我成为王的最高官员，做埃及的首相，治理全国。你们要赶快回到我父亲那里，告诉他，他的儿子约瑟这样说：上帝立了我做埃及全国的首相，请你不要单言，赶快到我这里来。你要带你的儿女、孙女、牛羊和一切所有的到歌山附近住下，跟我相近，这样我就可以奉养你。还有5年的饥荒，我不愿看见你跟全家和牲畜都饿死。约瑟又说：现在你们跟我的弟弟便雅悯都亲眼看见，是我约瑟亲口向你们说的这些话。你们要告诉父亲，我在埃及有很大的权力，又向他报告你们亲眼看见的一切。你们要赶快接他到这里来。他拥抱着弟弟便雅悯大哭，他弟弟也在他的怀里大哭。接着他一面哭一面拥抱每一个哥哥，跟他们亲嘴，然后他的兄弟们开始跟他说话。约瑟他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并且不因为被哥哥们出卖而生气，而记恨在心。他接受了上帝的旨意，并且原谅了哥哥们。有这样的生命表现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这也正是我们说明白上帝、听见上帝声音的真正目的。诗篇36篇，罪在邪恶的人心里鼓动说：不要上帝，不要怕他。罪人自高自大，以为上帝不会发觉，不会惩罚他的罪。他满口邪恶诡诈，他早已丧失了行善的智慧。他躺在床上图谋恶事，他行为败坏，不弃绝邪恶。上主啊，你不变的爱上达诸天，你的信实高入云霄，你的公义像大山势力，你的判断像深渊难测。上主啊，人和牲畜你都看顾。上帝啊，你不变的爱多么宝贵，人都在你的翅膀下找到庇护。他们在你家中享受盛宴，你给他们喝你那喜乐的泉水。你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得见光明。求你不断地眷顾认识你的人，求你继续善待正直的人。别容许骄傲的人欺负我，别让作恶的人赶逐我。你看，作恶的人倒下去了，他们倒在那里，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恳求主帮助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，无论我们所遇到的境遇是如何，我们都愿意顺服，并且愿意与主同行。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靠主来得胜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